隊清風龍、新能量環保科技飛展龍、麻煩到展龍轉龍。多謝你哋參與啊，支持啊！OK 喎。大家可以睇下海面喎，我哋第60場嘅比賽已經開始咗啦喎。第64場男子開金門短賽飛升立即到呢個我戇居居就坐喺度，嘢又冇嘢有。而家認真第60場嗰個可能緊迫啊！係啊，男女子混合金杯賽決賽嚟㗎。呢個金杯啊，呢一場係。係啊，第一條紅就係惠州海盛體育會，第二紅就係柴灣街坊風力會萬匯之風龍，第三紅就係大潭竹龍舟會，第四紅就係電龍社，第五紅就係 MEV Dragon， 第六紅就係藍鷹，第七紅就係金盈龍，第八紅就係香港友誼龍。哇！佢哋好多 fans 㗎原來。好犀利，大家。大強！大強飛啲啊！佢哋會快啲啊！哇！後面好多女 fans 妹妹仔喺度嗌緊啊！大潭東龍舟會同電龍社。